農曆新年後介紹第一對好精彩嘅皮鞋。今日啱啱開年先正式收到呢對 Leather Healer 同 Barrick 合作嘅波鞋。Leather Healer 之前都有本雜誌介紹過，啱啱10週年，所以會有啲搞作，就同呢個西班牙牌子一齊合作，出咗一對好全能嘅皮鞋或者叫做波鞋，開箱俾大家睇。佢有一個鞋袋啦，鞋袋入邊有啲嘢，佢仲有唔同顏色嘅鞋帶，每一個鞋帶都有個皮扣。呢3款鞋帶都落足心思，每一個都會有一個銅扣仔喺呢個位度，做咗蠟嘅面，所以係有少少防水嘅技術。而另外2條咧，其實係有3M 反光技術，所以夜晚如果有少少光射落去，又係另外一個感覺。跟住呢一張就係寫晒 Leather Healer 同呢個 Barrick 呢對鞋嘅故事。呢度都係一個鞋袋啦，正式嘅鞋袋，可以分開袋住，正式開俾大家睇。呢對鞋正式個名叫做 Born to Run， 寫住 Barrick 同 Leather Healer。呢對鞋係用咗2個皮去做，第一個成個主要嘅面咧就係呢啲膠皮，係用咗英國一個老牌子嘅膠皮去做咗成對鞋嘅主要嘅身體。咁鞋頭呢個位同埋側邊呢啲位，仲有內籠咧就用咗一個法國廠嘅小鵝皮去做。咁佢個紋理會好自然，而成對鞋就香港同 Barrick 一齊去設計，主要就喺西班牙做打造。鞋底就用咗意大利 Fibre 個膠底，車線做工咧就用咗 Goodyear 個技術去做，所以呢對鞋可以話係集8家大成。成個鞋型嘅設計係其實仿照50-60年代嘅運動鞋，當時嗰啲 boots 咧就類似係咁。但係單睇一對鞋，其實你着西裝又得，牛仔褲又得，着軍服又得，或者大膽啲襯運動裝都得。最後大家話俾我知，你哋中意襯邊一個色嘅鞋帶，留言話我知。拜拜。